我们各地的莲友们，大家早上好。有一个活生生的公案，有一个女众，她讲述发生在她身上的一件事情。她从小就体弱多病，她又早婚，她生育3位子女。婚后呢，公公婆婆、丈夫常常瞧不起她，最后终于协议离婚了。因为这位太太常常生病，家中又不和，所以只要听说哪里的神庙或者神宫有灵验，她便去进香了。但结果总是高兴而去，失望而回呀。最后甚至想了断自己。几年过后，她又生病了。这一次病的实在是够离谱了，葬仪社差一点都赶来了。本来好端端的人呢，突然连续好几天晚上无法安眠，走路的时候呢，头必须歪向一侧，无法伸直。只要一伸直，就有人会跟他说话。发号施令，西医就说这个是脑神经衰弱，中医说这个是气血不足了。妇科说是接近更年期造成的。这个病让这位太太痛苦的无法形容。短短的20多天这位太太被折磨得惨不忍睹脸色苍白，非常可怕。体重有48公斤，掉到38.5公斤。那么这位太太从小就到神庙烧香问事情，不懂得念佛，不懂得念经，一直到有一天，偶尔他又到庙里面去烧一炷香了，流着眼泪，他就诉说着：我一生对神如此的诚心呢，为何让我常年身体都不好呢？现在又离婚，3个子女又归我照顾，我该怎么办？桌上放着几本结言书于是这位太太就请了一本回家去阅读了。书中就说了，想消除病痛，消除业障，只要诚心念阿弥陀佛，自然会改善的。这位太太看到如此的内容，半信半疑她想死马当作活马医吧，试试看。念第一句阿弥陀佛的时候，她没有感觉。念第2句的时候呢，耳边就有个声音听不清楚，但是有声音。念到第3句的时候，他听得一清二楚他听到一个女人的声音，告诉这位太太说：我并不是恶意要捉弄你，只是看你心地善良，我无法找到别的善良的人生了，所以才躲进你的身上。你不要再念佛了，快带我到寺院去，我马上就走，我马上就走。多么有力的3句佛号，竟然救了这位太太所以佛一再的告诉我们，名号里面就是光明，代表了阿弥陀佛的生命，代表阿弥陀佛功德的结晶你一念佛的当下，一般凡夫肉眼看不到有什么效果，但是所有灵界的众生看到，你的身上会放光，你的嘴巴会放光，所以你佛号一出来，身上真的有光。光明就是名号。那么你一旦称念，所有身边比较凶恶的恶灵，他不会靠近你，他马上就撤退，你身心会自在，不会有干扰。那么这样子你生活得很惬意。所以各位一定要好好多念佛，这个活生生的感应，就知道弥陀的慈悲无微不至他随时随地在关照有念佛的众生，他无论如何不放弃你，随时会眷顾到你。所以我们念佛的人有阿弥陀佛的保障，阿弥陀佛佛光的普照，我们很自在，很快乐，很幸福。今天将这个公案给大众来分享，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